风台一来哦，菜市就会起价。农粮署今仔开始甲大卖场佮有超市合作，提供民众本土佮有进口平价的高丽菜。台北农产回销公司嘛统计讲，昨菜市1公斤哦，平均大卖价格是63块8。全台22县市拜三拢放风台假，北部地区早起雨势无正明显，不过风有较透，因为无确定未来风台会阁影响几工。透早犹原有侪民众去菜市啊买一寡菜色。我昨落买足济啊！我今日加减买叶菜，昨买无叶菜，超市拢无。菜贩仔也表示，这几工叶菜类甲高丽菜是上侪人买的。自前几工开始，就有袂少民众赶紧囤一寡菜色，惊风台天卖食的店头无开，也惊风台过了后菜价会阁继续起。亲像小白菜，因为较惊水伤，所以计小起差不多1倍。原本可能一百20-30块嘛，即马一百只40、50、50、60拢有啊。看啥物种的无共，安尼有起超要到1倍安尼啦。另外，农业部为着确保风台期间菜价稳定，农粮署对拜三开始也有伫全台1500外的大卖场也是超市推出高丽菜平价专区，让消费者会使买到价小较俗的菜。这些可能会未来消费者需要比较多的这些购买的场地里面，大概有在推出那个高丽菜的一个平稳的一个供应链，从今天开始就来供应了。所以这部分那个消费者可以到几个我们量贩超市里面可以买到这个比较平价的高丽菜。另外，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统计，拜二的时菜市每公斤平均的价格是63块8，不过拜三的菜价每公斤平均的价格已经落到52块8，是落差不多1成7。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